帖撒羅尼迦前書第4章。末了，弟兄們，我們在主耶穌裏求你們、勸你們，你們既從我們領受了主的話，知道該怎樣行，讓上帝喜歡，你們也真的這樣行，我就勸你們要更加力行。你們原知道，我們憑藉着主耶穌，曾將什麼囑咐的話傳給你們。上帝的旨意是要你們聖化，他要你們禁戒淫亂，要你們各人曉得以聖化和自尊擁有自己的妻子，不用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些不認識上帝的外國人那樣。他要你們各人在這事上不越分，而佔他弟兄的便宜，因為關於這一切事，主是處罰者。這也是我們先前對你說過，而鄭重證明的。上帝並不是召我們去沾染污穢，乃是召我們於聖化的。所以那棄絕這囑咐的，不是棄絕人，乃是棄絕上帝，那賜他的聖靈給你們的上帝。關於親如弟兄之相愛，你們無須乎人寫信給你們了，因為你們自己是受教於上帝而彼此相愛的。就是對全馬其頓的眾弟兄，你們也是這樣實行的。然而弟兄們，我勸你們要更加力行，要懷着大志做安靜人，辦自己的事，親手作工，照我們所囑咐你們的，使你們行事為人，讓外界看為端端正正，有體面，不需要人周濟。弟兄們，關於長眠着的人，我們不願意你們不明白，只願意你們不憂愁，不像那些沒有指望的會外人一樣。我們既信耶穌死了又復活了，那麼照樣地，那些長眠着的人，上帝也必藉着耶穌而帶領他們和耶穌一同來。我們本着主的話，告訴你們一件事：我們這些蒙存留到主御臨時還活着的人，斷不能在那些長眠着的人之先，因為主必親自從天上降臨，有法令的吶喊，有天使長的聲音，有上帝的號筒。那些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，然後我們這蒙存留還活着的人，才和他們一同被擱在雲裏，在空中迎接主。這樣，我們就永遠與主同在了。所以，你們要用這些話來彼此鼓勵。注腳1第4節，擁有自己的妻子或亦控制自己的身體。妻子或身體一詞，希臘文作器皿。2第13節，會外人，希臘文作其餘的人。